我不過就唔想過有跑馬地 FM 90.2，將軍澳 FM 99.4，爭取視力。報名詳情請上香港電台網站。11月8號星期一下晝5點截止報名。仔啊，又好人生遇難消愁，我強身對香港電台第5台播出。嘅交雲咗兩陣驟雨㗎，有一兩陣雨啊。吹和緩東北風，而天氣展望方面呢，明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有一兩陣雨，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風勢較大啊。咁啊，雨夾等等啦嚇，咁啊仲要記得帶翻件外套啊。咁啊，至中天氣咧，因為好似回。保人無熱情義團啊，演出嘅征途啊，將揾嚟到第3場咧新生動盪嘅一段。咁亦都係講我哋新聞之前咧就欣賞到有陣陣嘅涼意啦嚇，咁啊大家都要加入件衫，記得保暖啦。好啦，喺呢個時間我金光粵劇。所以感情方面都非常之強烈，情緒方面都好波動嘅。大燈科金榜題名，小燈科就洞房花燭，小燈司馬百成，亦係心生有幸。因為雙軍火，所有人都聽我嘅話，逝者對我唯命是從。我哋飲醉酒嘛？唔係，未醉。